南投国庆咖啡节1月24号要开始啊，到时阵欢迎大家来啉咖啡。活动都开始由活力舞团热情开场，展现国庆咖啡产业活力。6月贵宾共同启动仪式，宣布2026南投国庆咖啡节特别热烈起鼓。不止喝到好喝的咖啡，有非常棒在地的这个农特产品，不管是枣子或者草莓，都是在地非常棒的农特产品。也欢迎大家来到南投来走一走。今年的咖啡节唔但提早伫咧1月举办，所在嘛外口立调园区，和民众有通啉到咖啡香，嘛有水景的陪伴，和心情对咧轻松快活。今年可以再把咖啡节移到1月，可以让我们的福龟的农民可以在过年前更好的一个收入。邀请全台湾大人囡仔，伫咧过年前来到南投国庆，做伙参加不只好耍的咖啡加零花活动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